噔噔噔噔，大家好，又来到好跳舞嘅单元哦。我係今日嘅先生李友生啊。在開始跳舞以前，先來做暖身運動。然後喺度跳呢，你見1、2、3、4，5、6、7、8，彎片1、2、3、4、5、6、7、8，1、2、3、4、5。做得，你見跳1、2、3、4、5、6、7、8。彎片1、2、3、4、5、6、7、8。彎片1、2、3、4、5、6、7、8。1、2、3、4、5、6、7、8。OK， 背弄骨1、2、3、4、5、6、7、8。1、2、3、4、5、6、7、8。你看1、2、3、4、5、6、7、8。彎片1、2、3、4、5、6、7、8。你嘅腰骨1、2、3、4、5、6、7、8。1、2、3、4、5、6、7、8。你看，彎片A 做得1、2、3、4、5、6、7、8。你嘅七條停停嘅，來1、2、3、4、5、6、7、8。1、2、3、4、5、6。彎片1、2、3、4、5、6、7、8。1、2、3、4、5、6、7、8。你嘅手腕腳拇足按用1、2、3、4、5、6、7、8。彎片1、2、3、4、5、6、7、8。奏片1、2、3、4、5、6、7、8。彎片1、2、3、4、5、6、7、8。感覺一下身體有沒有暖起來？某個吧，按用跳一來，做對嗎？跳起來，感覺身體熱了，現在呢暖身運動，按用就結束了。接下來正式跳舞哦，有看到我的衣服有一點點抹空用比較感覺好像穿西裝皮鞋然後一個牛仔外套比較窄的褲子因為不是每一次都有這個運動的服裝或者是我正在上班或者在外面的時候臨時要這個穿這個正常衣服要怎麼跳舞呢？教大家一個很特別的舞種，叫做 House House， 顧名思義呢，就是在小房子裡面聽 DJ它的節奏呢會比較快一點點。那節奏呢比較快的狀態呢，就會用腳比較多為什麼？因為上半身可能要拿一些這個可能是啤酒或者是酒對不對？或者是飲料或者是人很多的時候，我們就用腳跟着音樂的感覺走接下來呢，節奏會夾會夾所以呢，那接下來要教的動作很簡單非常簡單，主要都是以腳為主這個動作呢，只要把腳往前踢一下我們把接下來的動作都是以腳為主來看一下，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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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膝蓋放鬆放軟膝蓋放鬆來看一下有這種腳踝放鬆的感覺放鬆的感覺，踢踢踢踢踩的時候就是這樣，噠噠噠噠噠噠往前感覺那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個小小的球，踢它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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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前面第一個把的動作很簡單，5、6、7 ，Go， 噠噠噠噠噠噠噠
这有一点点像踢踏舞动作，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踢到脚的感觉。那如果你有学过踢踏舞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个放进去，只是说放的音乐感觉不是爵士音乐，而是我们比较 house 一点的，有一点点 bass，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 hip hop， 刚刚前面几堂课的那种动次动，但我们做短一点点因为那个音乐听起来就是比较短所以我们就是1、2、3、4、5、6、7、8，很简单，就是交换脚，1、2、3、4、5、6、7、8 ，OK。然后接下来8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在这边左脚嘛？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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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脚这样点点，右脚踩前踩后，左脚踩前踩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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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拍子会变成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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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再一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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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从前面来教一下脚的注意一下1、2、3、4、5、6、7、8。1、2、3、4、5、6、7、8 ，OK， 从头，预备，5、6、7、8， 1、2、3、4、5、6、7、8， 1、2、3、4、5、6、7、8，这个地方呢要很有这种弹跳感。只要保持这个弹跳感呢，脚就会顺顺的，所以上半身都是这样一直稳稳的感觉。好，看一下上半身的感觉整体跳起来会是这样子，5、6、7、8， 1、2、3、4、5、6、7、8，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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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很重要1、2、3、4，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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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脚做一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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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练看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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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吗？再一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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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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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前面是不是有可以做10个鸭子啊？但是呢，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做的比较交叉再多一点点交叉多一点点。这个地方 hip hop 动作呢会比较音乐会比较长一点点，所以我们蹲的会比较久一点。但是呢 ，house 的音乐会比较短一点点，所以会就变得会像这样子，交叉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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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就会1、2、3、4、5、6、7、8，有一点像喝酒醉的感觉。1、2、3、4、5、6、7、8。OK， 然后呢，踢一下第4个8第4个8之前，我们先把前面顺一次准备好第一个8，5、6、7、8， 1、2、3、4、5、6、7、8，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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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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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出去，脚往后，很顺的往回，脚往前，再踢出去，脚往后，踩前踩后，找空隙找空隙。所以我们在这边做到这边来的时候，刚好踩到这边嘛。3、2、3、4、5、6、7、8， 1、2、3、4、5、6、7、8。按用左对吗？来，各位拜3，第3个8拍，1、2、3、4、5、6、7、8， 1、2、3、4、5、6、7、8。OK。所以呢，它前面呢，因为速度快的关系，它会变得很神奇，脚会看起来乱乱的。但我们现在慢慢的做一次5、6、7、8， 1、2、3、4、5、6、7、8， 8、8、8、8、8、8、5、6、7、8，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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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喝醉酒的感觉，交叉 Go， 1、2、3、4、5、6、7、8。好，我们来跟着音乐来看一次哦。来，预备，音乐，试试看节奏大概多快呢？试试看，5、6、7 ，Go。7 Go。好，跟着看感觉，这个感觉。哦，脚尖一直维持跳的感觉。试试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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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的，试试看，踢踢看，好，都要感觉好像这边有很多个鼓，好，感觉地板上有很多个鼓，我脚一踢就踢到鼓声，一踢就踢到鼓声，一踢就踢到鼓声，啪啪，好，给杀下来啊，停停节奏哦 ，music 准备 go， 5、6、7 go。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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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脚。OK， 好，安用做得冇？好，听听歌啊，可能会的啊，唔过啊，吉吉啊，可能会做唔会做，OK， 啊，我们试试看哦。好，各位拜，音乐请走。嘿，5、6、7 ，Go！ OK， 请米100，音乐请走。5、6、7 ，Go！ 准备2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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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脚。哎，有做对吗？可以哈，啊，有跟上，有跟上。阿姐做得挺好啊，阿哥做得挺好啊，这边呢帮助你的这个心跳变快，整体呢会变得很好啊。那我们运动跟着我们一起运动呢，才会越来越好，健康越来越好哦。啊，休息一下。啊，这阿哥阿姐哦，睇唔到哦，聽聽做唔怕哦，唔怕係冇？唔怕，唔怕，好唔怕 ，OK， 做對哈。接下來呢，我會開始呢，新的動作啊，新的動作可以按用啊。剛剛前幾集呢，是不是有做過這個阿巴梅扎茶？阿巴梅扎茶，好，剛剛就已經把這動作教下去了。那如果放在比較快的節奏裡面啊，我們要怎麼做呢？也是一樣哈，噔噔哒，噔噔哒，但是因為節奏比較短的關係，短嘛，所以快，那我們就踩小小步就好，小小步就好啊，就是這樣舒舒服服的感覺，舒舒服服的感覺，啊，一樣，慢慢的，右腳往後 and 大，左 and 大，右 and 大，左 and 大，好，一樣，第一個吧，1、2、3、4、5、6、7、8，好，一樣，慢慢的哈。一樣啊，再一次哦，預備看一下，右打的打，阿爸沒找叉，嘿，打，一模一樣的動作，做一個8拍，噔打，好，第二個8拍呢很簡單，第二個8拍呢有看過人家做踢踏舞的話呢，它是從踢踏舞裡面來的，啊，它的英文叫做 shuffle， 他們會這樣子，踏。好，但是呢，我们这次呢，在 house 音乐里面呢，不需要做到这么多哈，不要踢踏的动作不用这么，但是我们做它形状大概就好，所以我们很简单，把右脚往上踢一次，左脚往上踢一次，然后勾下去，然后这边就是2拍的动作，1 and 2，好，再一次哦，好，1 and 2，这个时候呢，勾起来的脚呢。准备在做3 and 4的时候，是左边一模一样的动作，我们就是3 and 4。好，再一次哦，1 and 2，前后，好，前后，前后，前
前后，前后，这是第2个8。好，把2个8拍加在一起的感觉会是这样子，5、6、7、8、1、2、3、4、5、6、7、8、1、2，前后，前后，前后，好，大概是这个速度。好，但是呢，现在这是慢的，5、6、7、8，所以呢，正式快的时候呢，要注意重心的感觉哈，重心要赶快移过来，哒哒哒哒哒哒。所以呢，不要把动作重心来看一下哦，前后哦，侧面看一下，前后动作不需要这样子啊。跳 hip hop 动作，因为它的拍子很长，所以它会有这种感觉。好，但是呢，跳 house 因为音乐很短，所以我们只要维持中心这个感觉，一直维持这中心的感觉，5、6、7、8，前后，前后，小小的开始动，开始动，可以了以后开始越做越大，前后，前后，好，侧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1、2，从第1个8，1、2 ，OK， 再一次哦，1、2、3、4、5、6、7、8，小小的前后，好，要怎么看起来很会跳舞哦？要教大家这个感觉不要跑掉，5、6、7、8，叮叮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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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有看到上半身的时候，会感觉一直都在这样子，但其实下半身脚一直在那边动来动去。这样知道吗？好，这个动作呢，脚步呢是可以练习的，好，但是这个律动感呢，好是要这个长期的这个听这个音乐的感觉，才会有进入这个音乐的这个真实的音乐的里面，好像躺到这个河流里面的感觉。好，接下来呢很简单 ，shuffle 的这边7 and 8，好，往这边走 ，A。踩的时候，还记得前面那一个课程吗？有个往前踢，对不对？哦，但是我们这次往这边踢，1、2，啊，7 and 8，1、2、3，哪只脚踩就哪只脚往前踢，3、4， 1、2、3、4、5、6、7。打哦，有个交换脚的地方，1、2，啊，有个左脚要踩上去的时候，左脚要踩到的时候，赶快换右脚踢出去，哦，这种感觉要做到，1、2、3、4、5、6、7、8，哦，很简单，好像在甩，好像沾到水，甩一下的感觉，踩到了啊，好像这边有踩到水，踩，啊，甩一下，啊，这边又踩到了，啊，甩一下，踩到了。甩一下脚，踩到了，甩一下。那你在甩水的时候，你不会做动作做很大嘛，对不对？那你就只是这样踩，哒等哒，哒踩，哒踩哒。OK， 接下来很简单，好，这边第3个8拍是这样子，好，从前面再加上来哦，从前面再往后走哦，预备，5、6、7、8，阿爸妹，扎查希，阿爸妹，扎查希，7 and 8，1、2，小小的后，前后，踩到水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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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的时候翻过来这个左边，好像这样子踢一下，然后抓一下前面的人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好，但手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脚踢，再往后踢，脚踢，再往后踢，连续做2次，所以它会这样，1、2、3 and 4，好，这样可以吗？好，1 and 2、3 and 4、5 and 6，可以吗？好，我们再做一次哦，1 and 2、3 and 4、5 and 6、7、8，我们回来这样子，简单这样做就好。好，5、6，从头开始，阿爸妹，这叉，踢踏舞，踢踏舞，踢踏舞。踢踏舞，踩到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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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踩，往前踩，往前踩，7、8 ，OK， 接下来跟音乐喽，哈，甜的节奏，音乐请走，小小的，这个动作感觉，噔噔哒，噔噔哒，噔噔哒，噔
噔噔哒，前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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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到水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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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啊，我刚刚少做错了，我刚刚太慢了哈，我刚刚这跟大家讲话的时候就忘记做这边了哈，忘记做这边哈，这一样哈，就是这边踩到水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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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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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动作呢就是这样子，往前踢，往前跳。所以都是在左脚跳，所以左脚力量会练到哦。那如果有空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练这边哈。但是我们这个排舞呢，目前就是以左边为主，踩跳踩跳，做3次就好。7、8，回来 ，OK， 预备，音乐再一次哦，音乐请走。5、6、7，阿爸没，前前后，踩到水。啊，做对冇？安用不会冇？啊，不会啊，做对啊，轻后轻后，跟得上很好啊，跟不上没有关系，不要怕哈。这个客语怎么讲？再讲一次。咩唔怕？哦，咩唔怕，咩唔怕啊。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哦。7名1拜 ，OK， 音乐请走，律动不要跑掉，蹬蹬蹬蹬。前前后，前前后，前前后，前前后。啊，这个优雅度一定要有哦。上面呢，下面再怎么这样乱七八糟，快的要死不会做，但是上半身一定要优雅，这优雅的感觉才符合我们这个去 party 的感觉。好，哎呦，好不会嘛？啊，会不会啊？请假，懂厉害 ，OK。那我们这个回合就到这边哦，谢谢张来了。